他選擇了锦溪做妻子，你輸給了锦溪，結果你就想方設法地進入了神龍集團，還當上了西城身邊的助理。你是個什麼樣的心理，我就不說了。可是你卻對我們顧家的媳婦兒做出那樣的事情來，你什麼意思啊？你是想诚心把她給害死啊？我没有，老夫人，我承認我是喜歡西城，可是我並沒有對賀錦熙做什麼，這裡面肯定有誤會。誤會？哼，你以為你做出的那些神不知鬼不覺的事情沒有人知道啊？以為我們顧家拿不出證據來是吧？南宮琉璃，我已經跟奶奶說过了，以前的事就过去了，我没什麼事也不想去追究，只是你能不能答應我，不要再糾纏顧西城了？畢竟我們兩個人已經結婚了，你這麼做是在破壞我們倆的感情。肯定是賀锦熙誤會了我跟南宮琉璃之間的關係，所以找人家麻煩去了。哟，吃醋了？你说这女人怎么这么会吃醋啊？吃醋是好事啊，说明人家在乎你、爱你，不能没有你，想要你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听说我奶奶都去了，我得赶緊趕過去，完事再聊，拜拜。老夫人，賀小姐，我知道是我的錯，可是我真的喜歡西城，我求求你們，不要讓我離開他。胡鬧，傷風敗俗。奶奶，奶奶你別生氣啊，我們倆來之前說好了，對不對？嗯。顧老夫人，上次選拔就是個笑話，西城根本不了解我們，我希望你能夠再給我一次機會。再給你一次機會，奶奶。南宮琉璃，你何必執迷不悟呢？只要答應我，你離開神龍集團，以後不再糾纏顧西城，之前所有的事兒，我都願意既往不咎。顧老夫人，顧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不要讓我離開西城，是我錯了，我知道是我錯了，可是我真的喜歡他，我求求你了，顧老夫人。你是個什麼東西啊？你喜歡西城，西城就一定會喜歡你啊？我告訴你，這次要不是錦溪給你求情啊，你是個什麼樣的下場，你心裡最清楚。顧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了。